来继续来看交通部的前部长李明安爆发到婚外情，已经请辞核准，伊才就任92天。昨代志爆发了后，就找无李明安的人咯。搁来，正要来接这个交通部长咧，讲中华邮政的前董事长魏建宏、交通部的前政务处长张正元，这两位拢是大南帮的呼声上悬。前交通部长李明安和张小姐真侪张亲密的相片伫咧网络顶流传，可以92天的交通部长生涯中做一个煞苦。不过面对头一风波，李明安就亲像人碰见吹波戏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李梦燕19号被网友爆出婚外情，火速请辞部长职位后，至今仍持续躲媒体，神隐至今，连交通部都没有进来，甚至连公关也不知道他的去向。几张婚外情相片。互李明安甲头颅舞甲无起，除了找到本人说明，上重要的是新任交通部长未叫上来接。入面人选包含交通部政务处长陈建平，一做超过4年，对业务是熟溜溜，有机会申请做代理部长。而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，伫2002年9合意大选了后，方认为有机会掌管交通部。另外，呼声真悬的，也有大南帮的前中华邮政董事长魏建宏，伊捌伫咧热情调做台南市长期间担任交通局长，和前交通部政务处长张正元，嘛捌担任台南市交通局长和副市长，是正港台南帮的成员之一。所以现在口头请辞，那之后下一任部长有人选了吗？不要回办公室，谢谢。前头家请时，处长陈建平第一时间向媒体动着起，人看起来无什么假讲话。交通部管的业务简化，报税机关也有代替桃园机场等单位，包括票价调起的代志，外界拢等咧看新任部长要如何拍回整顿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